想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脑子特别乱。怎么了？我知道你特别想要孩子，真的对不起。你瞧瞧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怪自己年轻的时候太意气用事了。这是上天在跟我们开玩笑，他是希望我们在孩子真正来的时候，懂得更加珍惜啊。而且，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就够了。